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乌鹰直升机迫降的意外，造成8位将官殉职的悲剧，有5位来受伤。这5位是送到三军总病院。伤势较严重的中将黄佑民，甲军文社新闻官陈应德，目前康复的状况，三军总病院有上新的说明。生理方面，就是他整个疾病的受创伤的状态呢，慢慢在恢复。那另外他的在心理的层面呢，其实也要谢谢国人给他们很大的支持。那也包括我们三军统帅、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跟国防部，还有国防部长，还有国防部的各级长官啊，来给他们加油打气。昨天我们医疗小组也开了个小会，今天早上啊再次确认，他们2位啊提早从加护病房转出，所以今天早上2位现在都已经在普通病房。医方来表示，复原的状况比预期的搁较好，所以提前转到普通的病房，要过2礼拜到1个月才会当出院。若其他3位较轻伤的，目前咧治疗甲复健，上紧拜3会当来出院。